这是先王的遗诏，封你儿子为蜀侯，并允许其母随他入蜀。这应该是你一心盼望的去处吧？多谢先王，多谢惠后。别谢我，先王为你打算的真是周到。可我不知你是否想要这道遗诏。惠后何意？你若真想要，那就拿先王的另一道遗诏来换吧。还有一道遗诏，倘若我有，我何必要藏着掖着？先王又何必要封妻儿为蜀侯呢？我也惶恐，怎么闹出两道遗诏？哪道是真，哪道是假？闹得宫中流言四起。我想，得有一个合适的人选，去先王那儿问个明白。既然先王在临终之前都对你割舍不下，还是你去一趟，较为稳妥。是我看错了你。妹妹笑话，明明是我看错了你。这些年我看在姐妹情分上百般谦让，你却次次口是心非的哄骗我。我对你说过的话，句句真心。真心？哼！你说你绝不让公子季与荡儿争储位，我信你了。结果你却以守为攻，推举公子华做太子，想让我们两败俱伤。你说你要去巴蜀，我成全你，你最终却留在了宫中。我既入了秦宫，做主的是大王，并非是我。鬼话连篇！你还说过你绝不侍寝，到头来宫中争宠，谁人争得过你？你明明知道我当日侍寝是因为什么。皇妃来咸阳寻你，你本可以和他走，你为什么不走？还不是为了宫中的荣华，大王的恩宠，甚至什么？我是身不由己。你身不由己，可我却是生不如死。我曾以为我给了你幡然悔悟的机会，我此刻才知道你毫无悔过之心，反而变本加厉。杀人峰一事已让你我走到尽头，你为了把我攥在手里，一直不出手我。那些日子没有人知道我是如何过来的，整日忍气吞声，心惊肉跳。而你呢，最终违背诺言，向先王出手我。幸好先王走得急了些，不然这大秦就废后易楚了，你的孩儿就成了社稷之主了。你想要害人，何须要讲出这些个害人的理由？我就想让你死得明白些。说句良心话，先王去了，我曾想过放你一马，可突兀着又出了道遗诏，你让我实在是无路可走，千万别怪我。
反之，换作是妹妹，一定也不会手软。好了，说什么也没用，我会筹办得风风光光的，送你走。既然你要杀我，那你对我的继儿也不会手软。公子季，你的心头肉，天人永隔，骨肉分离，令人恻隐，我感同身受。定会安排妥当，让你们母子早日团聚。新王江山还未坐稳，作为母后，你就大开杀戒，会遭报应的。大秦江山与你再无干系，好好的，准备上路吧。冯甲在，这可是先王要的人，看好了，别出什么意外。是。糜八子，请吧。你还真是不怕死啊！有人已经自掘坟墓，我只不过是先行一步。可惜呀，你想死，我却不能让你如愿了。一来先王身份何等尊贵，让你陪葬，实在不配；二来，有位故人在燕国等你叙旧呢，我也不好阻拦。你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害人的手段。大王开恩，你将陪同公子季到燕国为质。燕国有梦莹，曾与你交情不错。大公主仁厚，若是她，你定不会把我放到她的手里。阿紫此去山高路远，千万照顾好自己和公子。有人一心想要你死，只有活下去，才有盼头。雍大人，张子，你们也要好生保重。那是自然。当初你不愿意留在秦宫，看来你是对的。张仪糊涂啊！但是张仪还要等到有朝一日鲁布依仗，迎接芈八子和公子季回朝。到那时，只要张仪还有一口气，一定会尽心竭力来辅佐公子季。千里送君，终有一别。两位就不要再送了。芈八子，公子季，这位是杜锦将军。由他护送你二位入燕，再告诉八子一声，那樊长史割舍不下与先王的情分，已经在宫里上吊自尽了。大王会好好的发送樊长史的。樊长史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呐。走吧。芈八子，小的在这儿祝你一路顺风，诸事顺心。
时赶不到驿站了。说是走得慢，可是也不停下来让我们喝水吃东西，也不知道他们打的什么主意。会后是存心不想让我们活着到燕国，什么都不让我们带出来。若是身边有些钱财，也好求他们行个方便。看那个杜姐是极不好相处的，光用话求他，只怕无用。恐怕他们也不想要我们即刻就死。那他们要我们什么时候死才甘心啊？我也只是猜测，会后本意该是要将我们母子剥夫削足才好，也不知为何突然变了主意。怎么回事啊？是。都在车里坐好了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不让你们下车，不许下车。香儿，跟我下去看看。杜将军，出了何事？车轱辘坏了。天色不早了，赶紧找人修理吧。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哪里有人？只能委屈八子了。杜将军，这是何意？难道从未有人告知八子，除了这车马，人的双腿也是用来走路的吗？杜将军该心中有数，车中皆是妇孺老幼，若无车马，能行多远？只怕半夜都到不了驿站。谁说我们要住在驿站？八子真是宫中富贵之人，已经做了质子，还想着宫里的荣华，日日还等着有人好茶好饭的侍奉。走吧，学会风餐露宿是早晚的事儿。哼，刚出了咸阳，就这么急不可待吗？恕臣无礼。八子，乘车而行，想也不要想了，走还是不走？你们质子的衣食住行都由我说了算，老实顺从，两下好说。耍花样滑头，哼，那就需要怪微臣翻脸不认人了。这马鞭子打着你们，就是爬，也要给我爬到进城去。你们几个，把他们从车里给我拖下来！是。公子既是先王之幼子，大王的兄弟，你们谁敢动？大王若真喜欢这个兄弟，也不会送他做质子。你敢！大秦律法严明，质子行凶违法，也可获罪格杀。上！上！上！是不是？住手！小冉，将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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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将军，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！让他们都放下兵器！放下兵器！放下兵器！别打！将军，将军别打！小冉，你竟然对我姐姐无礼，还要欺负我的外甥！先让你尝尝这马鞭的滋味，我再砍了你的狗头！饶命！夫人饶命啊！在下也是不得已啊！小冉，你是奉何人之命？究竟让你做些什么？说。宫里只是让我想些办法，让公子和夫人在路上多吃些苦头。好啊，既然敢做别人的狗，就得做好被宰的准备。糜夫人饶命！糜夫人饶命啊！我也是没有办法。小的家中老的老，小的小，被人挟持，真的是身不由己啊！夫人，小冉，暂且留他一条命吧。把这个狗东西给我押下去。是。谢谢夫人，谢谢将军，谢谢夫人。舅舅，姐儿，舅舅，啊，亏得你及时赶到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离开咸阳城之前，他们就把车轱辘上的铁钉卸去了几个。能走到这儿，已经算是万幸。姐姐，咱们得在天黑之前赶到驿站。在那儿，你也可以好好歇息。我可要追上你了，小冉，亏得你带人来了，不然继儿和奎姑他们
肯定要吃苦头。自从得知会后要把姐姐和继儿送到燕国去做质子，我就猜到他们会在洛上做手脚，所以一路跟过来。但还是没想到他们这么迫不及待，刚出咸阳1日，就凶相毕露。那妒忌，大约也是为了向主子邀功心切。姐姐也要尽快拿定主意，今晚投宿驿站，你我要好好商议，下一步该去哪里。去哪儿？去燕国，犹如羊入虎口，在那里还不知道有多少凶险等着姐姐，笃定是去不得。可除了燕国，我们又能去哪里？秦国虽大，却无我们母子立足之地。继儿是秦国派往燕国的质子，出逃到燕国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是杀身之罪。我们若如此做，只怕正合了会后的心思。更何况，眼下哪一国肯为了庇护我们而去得罪强秦？大不了就逃了，又如何？只怕那时会后他们也鞭长莫及吧。继儿是先王之子，秦国是他的母国，他的父王还指望他有一日能为母国社稷出力。若成了一名逃犯，那当真是断送了继儿的一切。那我跟姐姐一起去燕国。不，你不能去。姐姐，记着，有你在秦国，想办法立住脚，将来才有姐姐和继儿的归路。好，我听姐姐的。不过至少，我也要送姐姐到赵国边境，穿过赵国，你们就可以平安到达燕国了。会后，人请来了吗？嬴夫人说她身子不适。自从先王过世，嬴夫人的身子就从未好过。是嬴夫人不知好歹。那日我问芈月遗诏的事，她说她不知，我还一直不信，以为她骗我。此刻琢磨，她当时的神情和口气，却不像是作假。这么说，那遗诏与她无关？先王那么偏宠芈月母子，遗诏肯定与他们有关，只是东西不在芈月手里罢了。那会在哪儿呢？此刻谁躲着怕见我，就该在谁那儿。嬴夫人的琴声至色呜咽，雅人听了是高山流水，俗人听了不过是对牛鼓簧罢了。我曾3番5次的派人请夫人到宫中相聚，都被夫人婉拒了。今日我只好亲自来了，从夫人的琴声中听出，夫人的身子果然不适。这琴声忐忑，看来是心病。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喊门。会后突然光临我的寒舍，
定不是来听我抚琴的吧？之前早想来看望夫人，可知道夫人喜欢肃静，才没能前来打搅。眼下我这大门明明是任人出入，还说什么打搅？听说先王在世时，常来向夫人讨教。今日我也有一事迷惑不解，还望夫人可以指点。讲。不知夫人是否听说，先王临终时，曾留下一样东西？先王留下的东西，不都在惠后的宫中吗？可这样东西，偏偏落在了邢夫人手中。若真有这种事情，那就说明这东西本不应该你得到。夫人不要糊涂，先王去世前已经立我当儿为王，你我若能和睦相处，我一定好好侍奉夫人，让夫人安富尊荣，颐养天年。可笑！这天下明明是秦人的天下，列祖列宗的眼睛时时刻刻盯着每一个人。嬴荡若能管好这江山社稷便罢，若管不好，老天说把他收了，便收了。我可是诚心诚意的来向你示好。我这个人一向是我行我素。好，我已经仁至义尽了。我相信夫人不愿意说的秘密，一定会有人愿意告诉我。方甲在，把这宫里的侍女全都押到永巷去。你敢？是。带走。夫人救我！走！快走！夫人，走！救我！走！夫人，慢着！惠后，惠后，张姐，邢夫人，惠后大驾光临北郊行宫，真是让人又惊又喜。惠后这是来搜宫的。这北郊行宫是先王赐给邢夫人的住处，先王刚走，这邢夫人的住处便被搅得鸡犬不宁。先王陛下有知，恐怕会恼怒不安吧？不知惠后为何事大动干戈？宫中丢了一样至宝，有人看见是邢夫人的手下拿了，我过来问个究竟。那是什么宝物？有何证据证明此东西在邢夫人这里？道听途说，不足为凭。邢夫人也是微臣的长姐，看在先王的份上，给老臣个面子。车厘子，雍大人，我并不是想为难邢夫人，可邢夫人一心与我作对，还望二位能够劝邢夫人回心转意。我有的是耐心，若这东西真在邢夫人手里，迟早我是会知道的。回宫。既然惠后盯上了你，她就不会善罢甘休。不如你我离开此地，暂时避避风头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带我一起离开秦国，逍遥人生？你若愿意，明日便可启程。先王对我有所托付，我要在这里替先王看着嬴荡的一举一动，岂能随意离去？你这个人呢？你认识我这么多年了，要想变，也难了。好，那我就在咸阳城里陪着你。姐姐，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。拐过这个山口，前面就是赵国边境。听说你家里还有一妻三妾，2个儿子，3个女儿，还有一个68岁的老母，是吗？将军，这是何意啊？既然你也是奉命行事，我也不想为难你。这次我姐姐遵旨要去燕国，这剩下的路途，还得劳烦您多多照应。将军放心，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你跟我姐姐一起入燕，一路上若是平安无事，大家自然交个朋友；但若是我姐姐或者继儿
出了什么意外，你那一家老小……啊，将军，请您放心。姑姑，保重。吉儿，切记，前路茫茫，你是母亲身边唯一的男子汉，凡事多为母亲着想。吉儿记住了。姐姐，此去千里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小冉，盼着姐姐和继儿早日归秦。小冉，起来。小冉放心，姐姐走了，你和白起留在大齐。遇事要先学会自保，千万不能硬碰硬。有你们在，我和继儿也有分期吧。儿郎们，今日的买卖做得值当，你们没给本王丢人现眼。来吃，喝。大王，咱们这次运气不错，一出手就碰上了几只肥羊。秦王死了，如今秦国上下手忙脚乱，再也顾不上咱们。如果这时候我们不去四处打点秋菜，如何过渡？对，来。大王，大王，你看，天助我也！儿郎们，过来！大王，买卖上门了。杜将军，快到中午了，让大家喝口水，歇歇脚，吃口干粮吧。是，夫人说的对。龙族来袭，大家小心防备。容祖来。女色，只劫钱财，识相的留下身边钱财，各自走路，免得两下伤了和气。夫人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将军不必大动干戈，他们是妾身的故人，让我前去与他们说说话。你们都在车里坐好了，谁都不许下车。虎威将军，芈月在此有礼了。月公主，几载不见，义渠君又做起旧日买卖了。这草原上的百姓得吃得喝呀，不做生意怎么活？那芈月愿意和义渠君谈笔好生意。好啊！你们在这边等我，我去就来。义渠君和芈月真是有缘，这是赵国土地，你竟敢随意打劫？原来这个地方也是我义渠的地盘，虽说眼下被他们抢去了，但是我义渠人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哎，月公主怎么会来这儿呢？秦王去世，新王和会后密书，要我和继儿入燕为质子。去燕国？那个地方冰天雪地，鸟都不拉屎。芈月幸运，去燕国已经是死里逃生。那会后芈姝不是你亲姐姐吗？秦王尸骨未寒就欺辱你们母子，
这个女人的心怎么这么狠毒？天不灭我芈月，义渠君不必担心。既然如此，你索性跟我走吧。去哪儿？回义渠，那儿天高云阔，逍遥自在，整个草原任你我驰骋啊！什么会后秦王，见鬼去吧！你们义渠已经对秦称臣，怎可无人管束？既然惠文王死了，那惠后为人如此卑劣，干脆我义渠反了。当初我义渠是对惠文王称臣，如今惠文王走了，他惠后算个什么东西？敢欺辱月公主你！我此时没带人杀进咸阳，算他的运气。你犯不上为了我与整个秦国为敌。别人怕秦国，我不怕。你跟我回义渠，我做大王，你做王后，我保你跟孩儿一世安稳周全。这种话不说也罢。你不相信我说的，我这就回义渠，把东陆公主送回娘家。以后我义渠后宫，全由你一人说了算。你真是没变，还和过去一样，连打劫的方式都一样。你还是那个义渠王。你也没变，你仍是我心目中的那个月公主。时移世易，你眼前的这个女子，和你从前认识的那个女子，早已不同。有什么不同啊？就因为你做过秦王的女人，我不在乎。我说的不同，不是这个。那是什么？你对我挖心挖肝的好，期望我成为你的女人，可我却有别的心思。你想要什么？我自己的命，我想自己做主。自己做主？这如今乱糟糟的世道，一个弱女子若想活，只有靠男人。我芈月前半生都靠在男人身上，这剩下的日子不靠也罢。我不让你走，你得做我的女人。我不想做别人的女人，你松手。我不。10几年前你就松过手，这次你还是会松手的。芈月，谢义渠君高义薄语，不管走多远，我都不会忘记。在我最无助的当口，曾有人说要带我走，要带我的孩儿如亲生骨肉般疼爱，并承诺给我一世周全。这些话足够支撑我走很远很远的路。好吧，若有一日你需要我的时候，就朝义渠的方向冲我招招手，我纵马即刻就到。月公主，月公主，五位将军。月公主，这是我们大王给月公主路上用的盘缠。燕国寒冷，这些皮毛带在身上，月公主也好做些衣裳穿。代我多谢你们大王。好。
出手大方啊！是啊，义渠王可算是雪中送炭呢。会后把我们从宫里两手空空的赶出来，就是想让我们饿死、冻死。如今有了义渠王送来的这些东西，可算是救命了。母亲，他这是何意？没什么忌讳，天底下无论多少钱财，都是能偿还的。那世间之物有什么不可以偿还？情分，这人世间最难偿还的，就是情分。还是收拾你走回家吧。这雪是越下越大。继儿，好了，继儿，好大的雪啊！这个地方好冷啊，我手脚都冻僵了。人家公子季都没有寒冷，你却先叫起来，丢人。是很冷吗？都冷到骨头里去了。公子，你冷不冷？婆婆，这燕国怎么这么冷啊？这燕国呀，就是以寒冷闻名的。还记得你魏冉舅舅小的时候，最盼望有一天能到燕国看冻掉鼻子和耳朵的燕人。亏得有义渠王送的这些毛皮，不然的话真要被冻死了。哎呀，慧儿的头好烫，怕是发烧了。我没有发烧，我就是觉得浑身都没有力气。来，我给你搓搓手。继儿，慧儿姑姑，还是你盖上。心着凉了。没事，继儿的手热乎着呢。好在继承已经到了，到了夜晚就给慧儿找医者。夫人请，公子请。将军请。夫人，我们为您准备了膳饭。这附近有医者吗？有，医馆门口就有一个行医的医者。夫人需要，小人马上叫人去请。有劳了。夫人这边请。将军，您在那边。看你这一身的雪。这好冷啊！这里比咸阳冷多了。是啊。对了，婆婆，刚才门前路过一条好大的白狗，像小牛犊子似的，把我吓死了。我拿雪团砸它，它竟哗的塌了一块。原来它从雪堆里钻出来的。这就叫黑狗身上白，白狗身上肿。这孩子手冰凉，穿得太少了。婆婆，这已经把能穿的衣裳都穿上了。说起来，秦国也有雪，但这么大的雪，别说是继儿，连我都是头一次见。这冰天雪地的，大公主嫁到这里，真难为她了。杜锦他们明日去递交国书，后日正好是初一，要开朝会，想来大公主如今该称是议后了，她会很快知晓我们到了的消息。是啊，你和义后也有好些年没见了，继儿都长这么大了，你们一定有得聊呢。义渠王送的皮子里有上好的貂皮，这2日我赶紧给继儿做一件皮衣，小孩子喜欢在外面跑，身子又弱，免得冻坏了。天色晚了，继儿也该睡了。继儿今日还没有读书，我问过医馆的人了，这里连笔墨都没有。明日婆婆带你上街市，买些笔墨竹简回来。姑姑，
你带着继儿先歇息，我去那边看看香儿和慧儿。夫人，这屋子简直住不得人。我明日想办法给你们换一间好的。快躺下，慧儿。驿馆的房钱好贵，夫人何苦破费，在这儿过日子，花销不少，手头上的钱财还是该细水长流。明日我多打些浆糊，仔细糊一糊，然后再点上个火盆，应该是能暖和的。刚到燕国，你们两个就打算做我的主？香儿不敢，香儿只是想，不该花的钱，咱们就不花。夫人别过来，在路上是没有办法，如今到了驿馆，你还是离我远些好，免得过了病期给您。再说这样的话，以后这屋子我也不来了，你们更别去仗义我跟继儿。夫人，奴婢不敢，夫人恕罪。慧儿若是不能伺候您和公子，还是病死的好。夫人也不用太牵挂，那医者说了是风寒，再吃几服药就好了。来，放下。国相夫人，这是会后给您的礼物和信。舒妹妹真是有趣的很，劳烦你回去转告会后，这事我一定办得妥妥的。其实她何必这样客气？这件事我比她还上心呢。照理说，国书都递交了3日了，大公主若知道了消息，该派个人来送信儿的。我也是觉着蹊跷，或是那国书还没有送到大公主手里。都说这燕国名义上是公子侄做燕王，但因为年幼，实际都是国相郭伟大权在握，国事都是由他说了算。要不再找杜景问问，他到底是秦国派来的使者，应当能跟燕国国相说得上话。别指望那家伙，他本是势利之人。哎呦，你们燕国冬天一直如此吗？是啊，燕国的冬天很长很冷。好，那我告辞了。将军慢走啊。哟，多谢多谢。那边的人知道应该怎么办吧？将军放心，小人清楚，小人清楚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将军慢走。杜将军，杜将军，您去哪儿？喊什么喊什么？喊什么呀？哎，杜将军，喊什么喊什么呀？人家杜将军是秦国的重臣，岂是一个小小侍女呼来唤去的？杜将军是秦王指派护送夫人和公子季到燕国的使臣，他要离去，总该跟夫人说一下吧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杜将军是护送夫人和公子季的使臣？是。难道你们此刻不在燕国的继承吗？这人都到了，国书也递了，人家还不走，难道要杜将军在燕国给你们养老送终啊？可是杜将军，可是什么呀？你们出来是做质子的，何为质子啊？纳质为压，无论谁做了质子，
那都是福过灾生，质子是筹码，但是总在有用和无用之间，最后啊，弄不好成了弃子。嘿嘿，日子一久啊，有时自己母国的人，哼，比别人更盼着他们快死。在这儿指望别人拉你们一把，我看倒不如赶紧回屋焚一炉香，自求多福啊！哦，冷啊！夫人，怎么了？杜金跑了。跑就跑吧，这种蛮心媚己的龌龊小人，少了他耳根更清净。可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才能见我们。杜锦递交了国书，却杳无音信。照理讲，他该知晓我们来了，就怕中间有人作梗。是啊，杜锦他们走了，这驿馆里眼下就只有我们5个人了，这该怎么好啊？米叔就是存心要我们在燕国无依无靠，走投无路。我们虽只有5个人，但都是心贴着心的。人若多了，中间却有杜锦这样的势利小人，我还不放心呢。月儿说的是，我们再耐心等2日，只要疫后收到我们的消息就好了。可是夫人说了，中间有人作梗，总还会有别的办法。香儿，你去给那奕成再多送些钱财，让他帮忙想办法。我再写封信，让他直接送到宫里头去。当年梦莹在韩国那样孤立无援，都有办法通过苏秦把信送到咸阳。同在蓟城，我就不信梦莹与我竟能音讯隔绝不成。你是驿馆的驿丞，小的正是。若不是我让人在宫门外盯得紧，你就把信送进去了。小的不敢，小的不敢。哼，你是2头拿钱，2头办事，对吗？哎呀，小的该死，小的糊涂，小的是被那猪油蒙了心。那封信呢？哦，在这儿。钱财有用，脑袋更有用。脑袋要是没有了，钱财也就没有了。你可要想清楚。小的明白，小的以后只听夫人的，绝无2言。往后他的钱你只管收着，有事就禀报于我。是。起来吧。谢夫人。回驿馆见了他该怎么说，不用我教你吧？夫人放心，这个事情小人知道。那就好。多年不见那个米夫人了，听说她在秦国先王那儿得宠得很，如今是何等模样？这个秦国先王果然眼力不差。闵夫人虽然不是说什么国色天香，但也是娉婷秀雅，风采照人。那身边的人一个个是清丽脱俗。但是他们和夫人比起来，那只不过是暗淡烛火，岂能与日月？行了，把这套话自己留着吧。既然那位米夫人风采照人，那就该让她知道，这里是燕国，不是秦宫。她的狐媚，帮不了她什么忙。是。下去。小人告退。韩五爷，韩五爷，韩五爷，你把信送了没有？宫中可有回复？不好意思，多喝了2杯。慧儿姑娘放心，这信呐，我已经递进去了，那些门吏都收了我好多礼。慧儿姑娘，这一有消息，我立马就通知于你。五爷醉了，我明日再许您说话。呸！生气个屁呀！看你还能撑几日？
慧儿那丫头，我怎么好几日都没有看见她了？慧儿她忙着呢。韩五爷，你又喝多了。哎，韩五爷，宫里有回音了吗？宫里？你也是刚从秦宫里出来的，知道这宫门深似海，哪是我等能够轻易出入的？我已经叫人把信给递进去了，那算是完成使命了。至于这回信嘛，你放心，小的自会悉心打点，你呀就等着听消息吧。啊，怎么了，姑姑？这一成天天索要钱财，拿走了那么多钱，可那送出去的信就如同石沉大海。这一成靠不住啊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外面天寒地冻的，夫人应当顾及自己的身子，若是染上风寒该怎么办呢？要不我和你一起去？还是我和香儿一起去吧。姑姑和慧儿陪着继儿，我们尽快回来。这都扫干净了啊！哎，好，别把我划走了。哎，夫人这是要外出吗？是。要不小的给您派辆车去？不用了。哎，那夫人慢走。你过来，我去国相府报个信儿。我猜他们要去宫里。是。为王建国，遍方正位，体国经也，设官分职。韩五爷，慧儿姑娘，我没有其他的事情，我就是来看看公子有什么吩咐。这炭火烧得可旺啊！谢谢韩五爷关照，这炭火烧得正旺呢。哎呀，甭跟我客套。我这一城虽然官儿不大，但是在这驿馆里头，我说话还是算话的。慧儿姑娘，有事尽管吩咐。那是当然，只是眼下无事，还请五爷自便吧。哎呀，慧儿姑娘，这，你有所不知吧？就是怕冻着夫人和公子，我让人给你们用的炭是驿馆里头最好的，相差好几倍价钱呢。你看我这一番心意的，该如何报答我呀？该报答的时候，我们自会报答的。此刻公子在读书，就不劳驾您了。慧儿姑娘，不劳驾您了。那个慧儿姑娘，不劳驾您了。慧儿姑娘，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我们是秦国质子派来的使臣，请问我们公子呈给大王和义后的信，可有消息回复？秦国没有。前些日子驿馆的韩武可有送信进宫？不知道。这么说，那韩武可能从未将夫人的信送进去。这夫人刚才要是不说呀，小的差点忘记了。
这秦国质子的姓韩，还真有这么一回事儿。多谢君爷想起，但不知宫中可有消息回复？这可就不好说了。如今大王政务繁忙，这不打紧的事情啊，日日都有。至于什么时候回复，就不好说了。义后身边有一位心腹女御，名叫青青，我与她有旧，不知可否行个方便，帮我传个话给她？既然夫人和这女御是故人，那就好说了。就不知道这夫人要传什么话给她。凡将此玉佩转交给女御，就说故人在驿馆等候消息。好，夫人，您就尽管放心。有劳了。若能收到回复，另有重谢。夫人您太客气了，放心，我一定将您的话带到。多谢。不谢不谢。天气不错，兄弟们辛苦了，辛苦。瞧瞧，值多少钱呢？好小子，发财了呀！发什么财呀？就这点小财，那算什么呀？你我都是兄弟，有财咱们大家一块儿发。值完这班岗，你我一同去国相府领赏去。有这好事儿？这位米夫人真是出手阔绰，金银玉石源源不断，也怪秦国会后过于厚道，居然能够让他们带这么多钱财上路。听秦国的杜将军说，是他们离开咸阳的时候，有人奉送的。到燕国来做质子，一路既有兵马护送，又有人奉上珠宝，这是何意啊？向我们燕国示威？这也太没有规矩了！既然是来做质子，就该夹起尾巴做人，还想飞扬跋扈，真不知天高地厚。夫人说的甚是。你说他的好日子是不是该到头了？夫人说到头了，那就到头了，让他们尝尝苦日子。得秦王恩宠多年，喝蜜糖都不觉得甜了。这回我倒是要看看，那位米夫人还有什么本事翻身。小的这就回去安排。季儿，来试试婆婆给你做的新衣。好暖和呀！明日我就穿它出门，再大的风雪我也不怕了。是不是大了点儿啊？不大，今年略大些，明年就正好了。到了后年，说不定就短了。那也是，小孩子家的，这衣服呀，永远追不上他们的个头。继儿啊，婆婆是又盼着你长，又怕你长。等有一日你娶了亲，婆婆也算是放心了。继儿若是娶了亲，就让媳妇侍奉婆婆，给婆婆做新衣裳。好，为了继儿这句话呀，婆婆一定多活2年，等着享咱们继儿的福呢。
快回来！快回来！公子，公子，婆婆，婆婆，婆婆，姑姑。行医在这呢。衣服好着呢，一点都没烧坏。那就好，没烧着心意，继儿就动不着了。继儿不要行医，继儿要婆婆。那心意能为继儿遮风挡雪。婆婆老了，没有了。姑姑为月儿母子遮风挡雨几10年，月儿不能没有姑姑。姑姑一生的亲人就你们姐弟几人，姑姑又何曾舍得撇你们而去呀？姑姑好好养病，姑姑要留下，不能走。月儿有了你，才有主心骨。能自己做主。我不要，不要，我宁愿自己死。不许你这么说，你该知道，有柔儿小人能活下来要多后宫你死我活，心里不知分。继儿，婆婆累了。婆婆谢谢婆婆。继儿孝顺，可惜婆婆再也穿不上继儿媳妇做的新衣裳。婆婆，婆婆，
爸爸，爸爸。